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17，诗篇103篇1节到2节安尼讲：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着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，毋通忘记你伊一切的恩惠。三个来祈祷，爱愿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你，无忘记你一切的恩惠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爱信息的全能上帝，人民疼痛的主爱天父。愿满心感谢，甲学了你奇妙的作为，甲至悬至大无比的圣名。主啊，你对阮未出世就认捌阮，伫阮未出母胎就经选阮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甲恩典的主。我要专心来敬拜甲学了你的名。主啊，伫旧历年的开始，我要将头前的路交托伫你的手，无论路途或是顺境，也是逆境，无论会拄着风影，也是落雨，愿拢要用感恩的心来前。主啊，因为愿要一生称赞你，我要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你，我要笑念你的恩惠，学了你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